来看高雄有民众哦，今年2月去做检查，因为定定去lấy目睭，落尾哦，正lấy目睭是雾煞煞，医师指出讲，可能是检查去回着目睭哦，嘛定lấy目睭哦嘛，可能会细菌污染发炎哦，所以医师是讲lấy目睭的时阵，应该用检查头的关节轻轻啊用刺的。 做了整甲彩绘，高雄这名有小姐录影留念，所以嘛是做整甲，互伊险险啊看袂到。有几啊条0.3公分的疗痕出现伫伊的正边眼角膜，倒边目睭即是严重结膜下出血，主因就是因为目睭上用整甲来软目睭。过工发现两边的目睭又搁红又搁热，搁真正痛，赶紧来看医生，才知影原来是彩绘的整甲，甲伊的眼角膜划破去。我有觉得我回到我的角膜。 可是当下没有很严重的不舒服，隔天以为会好了，结果隔天反而更明显的不舒服。手上本身就有一些细菌或霉菌，那如果说上面有一些破洞的话，这些指甲油或者是手指上一些屑也容易由这些破洞跑到我们眼睛里面去。 眼科医生讲，做整甲手有可能残留着化合物，伫做的过程当中，若无注意，嘛有可能手出现着细菌，入去目睭就会造成发炎。尤其整甲的细菌真侪，佫无好清，若是软目睭，佫可能甲病原体炸入去目睭内底。如果你有眼甲或是有长的指甲，它都是属于一种叫做人工指甲。那其实它的硬度会非常的硬，所以你如果是说，拿来抓痒或是怎么样，它其实很容易抠伤皮肤，甚至有时候你在拿隐形眼镜也比较容易会。 戳到自己的眼睛。美甲老师嘛提醒讲，只要有做整甲的人，拢会建议因用纸板来蒙面，也是软目睭。嘛强调专业的业者，其实大概要做进前，拢会甲器材还有消费者的手部确实消毒，才会当避免感染。记者王刘婷、陈hen坤报道。